推特的执行长马斯克因为一寡企业利用推特大量的文章来研发做 AI， 即马推特是定出临时限制，用户的身份若是有经过认证，小号有纳色的勾仔，一天上济会当看到10000篇的文章，也若无，就干那会当看到1000篇。不过，这个新的规定是引起不少用户的抗议。 拍开社交平台推特，开始看亲友追踪对象发表的文，是真侪欧美甲日本、韩国民众的生活方式。也毋过，暂时推特的执行长马斯克宣布设置临时限制阅读量。马斯克在伊伫家己的小号宣布，即时开始，经过验证的小号，嘛就是有纳色的狗的小号，每一天只会当看6000个推文；而无验证的小号，逐工是600个；其他无验证的新小号，会当看到的数量袂当超过300个。 这个新规定真紧就引起网友的反弹，有人家己做图片，要求会当看更较侪推文，更有人用歌手曹承彦的歌曲歌词，你打咧夺走我的生活来考试马斯克的新规定。因为过去马斯克捌对 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等人工智慧科技公司表达不满，认为这个公司利用推特的资料训练语言模型，伊表示有上百个甚至是更较侪机构，但咧大量掠取推特的数据，因此影响到用户的体验，才决定做 限制，也毋过伊嘛一直放宽限制看推文的数量，最后分别达到有认证的使用者增加到10000条，无验证的旧用户1000条，甲无验证的新用户500条的限制。而且因为看过伊的新规定，甲转推量、回应数量一直增加之下，伊嘛家己考试家己的推文创下浏览量的记录。而对于这个临时限制，马斯克暂时嘛无说明限制期限要到什么时阵。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。